唔該晒你。好啊，翻上去現場咧，就係做一個總結嘅發言啊。邊位有興趣做一個總結先？究竟下一步我哋應該點走咧？余老師。我諗咧，其實咧，即係喺呢度今日大家重心咧，就係嗰個國民教育嘅推行嘅內容。咁我覺得嚟講，回歸16年啦，即係話國民教育呢樣嘢咧，推俾學生係應該嘅。但係最重要就係個內容，我覺得就係冇偏頗。而家大家爭論就係呢個教材。其實我覺得坊間其實亦都有更加多嘅教材，我哋老師可以去揾去參考。但係如果大家仲覺得不足嘅話，其實我哋可以將政府教育局將呢個國民教育判俾一啲大學、社福機構，因為佢哋係啲專家前線，佢哋教材都係大學寫㗎。呢本教材都係大學寫。人咧有好多種嘅，我即係話唔係話等於大學嘅教授係一個。佢都有好多嘅唔同意見，就正如嗰個同學講，譬如話，就算我哋老師從事國民教育，有啲可以持平，有啲會改晒佢篇稿嘅，即係我哋就係要去認識呢樣嘢，多角度去思考嘛。所以點解你唔可以俾我講埋去呢？我未講完。另外咧，仲有啦，我講埋呢度先，即係我希望就係話，而家成日就係講個內容嘅問題，只要揾一啲持平，甚至啊，黃主席。我哋到時有教育委員會，你過嚟一齊去參與呢個國民教育，我覺得係俾多思考嘅人去做咯。浸大嗰本嘅教材係教育局俾錢出錢去資助嘅，教育局去推行國民教育科，佢用錢去搞啲咁洗腦、咁偏頗，話中國共產黨係進步無私團結嘅執政集團，呢樣好有問題。我而家係要求教育局。學民思潮而家係要求吳克儉喺9月之前撤回呢一個由共產黨黨員親自承認編寫嘅國民教育科，3% 嘅老師去有信心推行國民教育科，顯示咗呢一科嘅課程係完全不足，係完全冇經過社會廣泛討論。9月前必須撤回，同埋余老師有報道指出，你有機會喺9月參選教育界嘅立法會功能組別嘅立法會，你必須交代立場。咁我諗你睇清楚先啦。如果我真係有報名嘅，你先同我講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另外兩位邊位有興趣先？余老師定吳老師先？我希望咧，老師唔好拍台鬧我啊！大家喺個論壇度互相尊重，唔好拍台啊！好。不過因為你將一啲唔係事實嘅嘢，我哋喺度停一停先，兩位。你話有傳聞啫，但係我自己個人坐喺度，阿主席都講。我諗或者好啦，停一停啦。我諗作為老師就唔好同學生鬧交先。吳美蘭老師請發言。咧就唔好同學生鬧交啦。嗱，吳美蘭老師，好老實，呢一個課程指引咧，我就全部睇晒。嗱，個專責委員會裏邊咧，其實真係有幾多係叫做學校老師咧？個專責委員會裏邊，我話俾你聽，有成6個，全部都係校長嚟㗎。點解唔加多啲一啲係可能真係中學實戰嘅老師嘅代表呢？好，另外一樣嘢，香港政府教育局擺咗好多錢落去，而家今年嘅8月開始，中小學都有53萬。好啦，咁即係嗱，好老實，我都建議佢延遲，俾多一年我哋空間去討論。但係如果最後真係唔可以延遲呢個發展期嘅話，我想講一句説話。我好希望香港嘅老師，你要有良心。好，唔該晒。袁老師，大概1分鐘左右嘅時間請發。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第一，呢本手冊裏面咧，的確係有好多描述性嘅字句係唔適宜嘅。咁我相信咧，作為一位資料客觀咧係需要嘅。咁所以我諗咧，我唔再討論呢一本手冊佢嗰個存在嗰個情況。反為咧就係我諗咧，教育局係真係要諗一諗咧，就係即係一個正面建議，要成立一個咧有大學學者啦、前線老師啦，以至係一啲老同學啊，成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，就佢嘅課程、就佢嘅教材，甚至咧私人嘅方法咧，大家要傾嘅。因為咧，我相信咧應唔應該去學習國民教育咧，我諗唔需要討論㗎啦。點樣推行咧係需要嘅，需要係各方面，包括老師、同學以至大學者一齊去諗一諗點樣去做好呢份教材，做好個課程。我估呢一個係向前看最重要嘅一步。好，唔該晒。我哋以中國人為榮，我哋亦都以希望到全中國都享受到香港嘅。